金價咧今日一直都係橫行格局，喺震盪區間入邊戳嚟戳去，但相信咧唔使等幾耐，個火山又會再爆發啦。市場咧一邊等周三凌晨聯儲局議息結果啊，一邊咧又要頂住特朗普嗰單限中國48小時內撤關稅嘅政治炸彈，大戶好明顯咧，依家喺度靜觀其變，含苞待放。只要一有咩風吹草動咧，就會炸到你阿媽都唔認得噶啦。技術位方面啊，上方睇3005、3008呢啲咧係今朝第一重阻力位啊，一穿咧就有機會直接挑戰3030，只要可以企穩喺樓上咧，就好有可能係一個轉勢嘅信號嚟噶啦。而下方支撐咧就係2984、2986，依家市場咧實在有太多不穩定因素啊，特別係關稅呢單嘢咧都唔知要搞幾耐，大戶咧亦都唔敢殺得太準，所以咧呢個支撐位咧相信仲有一段時間玩嘅。止蝕咧就放喺2972，如果守唔住咧就唔好同佢搏命啦。依家成個大環境咧已經唔係聯儲局講減唔減息咁簡單，特朗普直接限中國48小時內撤翻34% 關稅，否則咧就再加多50%，仲話會終止晒所有談判。佢玩到咁大啊，唔單止對中國，對全世界都係一個警號嚟噶，就係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啊！你老味。喺呢個咁多炸彈待爆嘅時候啊，啲錢唔走入去黃金呢，都真係唔知走去邊度好啦。依家場內避險情緒升溫啊，資金喺度慢慢收集倉位，一爆呢就直接坐火箭上太空噶啦。記得撳個 like，訂閱我個 channel，每日幫你追蹤黃金熱點。有咩問題呢？喺留言區問，我哋一齊研究，一齊進步。感謝收看，聽日再見。